就这样。快点来了，不是为了你，可是我很好不好是为了推广台语。对，为了推广台语，我有点保住自己的生命。对，脚踩蹭扣来，快点。我们非常知名的歌手许佩文老没错，师，对，发行了新专辑《没错时间的了文》，对我天啊，而且是请诗人一起合作，我们的诗人周星汉老师。那对于我们在最近发行的《腾扣篮的黑阿弟》这张专辑，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我讲一句话，2026年，安尼上好听的2张台语的专辑，阿罗带跟阿罗带， 2张最好听的专辑之一，分别之一就是《腾扣篮的黑阿弟》，也有咱的《时间的了文》2张。你要说你把它压过去了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信心在金曲奖以及葛莱美奖干掉他？干掉他？哦，这是我学长说的。那个谢学长，什么啦？你要自己讲啦。大胆的我说出来，大胆的说出来。到底说后来吗？对，好，啊，对吉总讲一句话。基总，我们金曲奖上面见。呀你能说几种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拿走了这2个奖。啊，不能这样子啦，我最多就这样子了。耶！推广台语，没错，腾扣篮，时间的了文，加油，感谢，干杯起来，孙小姐。